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翻到嚟 DRM Lab 嘅原材料系列，我係阿 Ming Sir。今集咧，我哋一齊嚟認識一個長期被誤解嘅成分——矽 （silicones）。你有冇聽過啲人話矽會生毛孔、唔透氣啊，會焗皮膚啊，甚至話矽係塑膠做嘅？但你知唔知道好多你日日用緊嘅護膚品、化妝品，甚至係醫療產品都含有矽嘅成分，而且係仲用得非常之安全。首先搞清楚 silicone 唔係 silicon，silicon 咧係做晶片嘅矽。我哋講緊嘅 silicone 咧，其實係一種有機嘅矽嘅聚合物，係由大自然嘅矽沙做原材料而製成嘅各種形態嘅 silicones 原材料。喺呢度，我將佢個名咧簡單統稱為矽。遲啲我會講解下各種矽原材料嘅分別。先講一講點解大家咁怕矽呢？其實好多品牌為咗標榜天然無添加，就會打出無矽嘅標籤，仲會話矽會生毛孔、焗皮膚唔天然。呢啲講法傳耐咗，大家就俾洗咗腦當係事實噶啦。例如有幾種牌子嘅洗頭水大賣廣告宣傳係冇矽嘅，但係你去買嘅時候咧，你睇到同一系列套裝嘅護髮素咧，係會用好多唔同嘅矽嚟達到佢想要嘅護髮嘅效果。而事實上，矽係化學性極穩定，唔會滲透入皮膚，唔會致敏，同埋透氣性好好嘅材料嚟嘅。你知唔知道連手術後嘅疤痕貼、隱形眼鏡都係用矽做嘅咩？如果矽真係咁恐怖，點會用喺醫療產品上面呢？矽咧其實有好多唔同嘅類型，同埋有不同嘅用處。例如環五矽氧烷係會揮發，用完清爽唔局促，搽完之後會即刻蒸發走，減少油膩感嘅。有啲咧係非揮發性嘅，例如聚乙甲基矽氧烷喺皮膚嘅表面會形成一層透氣嘅保護膜，質地滑、保濕、穩定。仲有啲咧係功效性矽加咗氨基，例如氨基聚乙甲基矽氧烷用喺頭髮護理，幫你柔順髮絲。總結嚟講，矽佢哋喺護膚品入面嘅作用係包括咗改善觸感、增加搽上去嘅均勻度，同埋減少水分流失，仲可以幫助產品更加穩定，冇菌生長，唔易變質。所以話矽唔係壞人嚟嘅，反而係護膚界俾人誤會咗嘅無名英雄。矽呢個故仔最少要2到3集先講到一個大概。下一集咧，我要同大家拆解幾個常見嘅迷思，包括矽會塞毛孔、洗唔走、矽唔天然等等，全部都有科學解釋，唔係靠感覺嘅。如果你中意呢條片，記得 like、share 同埋訂閱我哋 DRM Lab Channel 啦。我係 Ming Sir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